后来过来有传说，讲这个三倍罐损害到舌头，经济部是调集出面来赔回。最近伫网络顶有人咧谣传，讲这个三倍罐若是甲拗过，或者是搞到垃圾，银行就不爱收，店家嘛不爱收。乡亲啊，这拢是假消息咯。经济部嘛来公布着3种破损的原则，只要是符合规定，三倍罐拢通啊使用。三倍罐摕到啊，有200块、500块，含现金无啥共款。但是最近有一个谣言讲，政府无提醒，三倍罐千万都唔通有凹损，嘛袂当有垃圾，啊无银行都袂收，店面嘛袂收，敢真正有遐尼严重？其实经济部已经伫网站顶悬公布啊，三倍罐使用的3种原则。像安尼出现一个破空，但是还佫有3%是好好的。过来就是破2瓶，但是2瓶对会起来，啊，佫有三倍罐，假使讲有垃圾，但是号码、文字，啊，佫有花纹，拢会当分辨。只要符合这3种原则，拢袂影响到三倍罐的使用。所以有凹损当然嘛当用，因为三倍罐就亲像现金共款，寄起来放入皮包内底，还是落地内底，难免会出现分价，还是止损。世界提醒一个，收到这款的消息，千万唔通搁传来传去，安尼误导亲情好朋友。